好開心喺呢個新頻道叫做 AI 實戰實驗室同大家見面。咁各位朋友，我今日呢就唔係同大家講笑，亦都唔係想兜圈，我係想直接就講一個可能會令你不安，但係又非常之真實嘅事實係咩呢？就係呢個 AI 浪潮已經唔係嚟緊，佢係已經喺度衝擊緊你同我嘅生活同埋工作。認識我都知啦，我係做 IT 出身嘅，咁用過好多 IT 嘅方法去揾錢啦，寫 app 啦，亦都係做過網店啦，亦都有分享過一啲經驗俾大家嘅。咁由最初嘅互聯網崛起到智能手機嘅普及，我都見證過無數次嘅科技嘅變革。但係今次嘅 AI 浪潮呢，佢嘅發展速度呢實在太快啦，而且佢應用嘅範圍非常之廣，比起當年嘅互聯網嘅崛起呢係更加驚人，速度更快，更新率更高，就更加廣闊咁廣泛咁應用喺唔同嘅生活工作嚇，咁係速度係快得驚人嘅。AI 呢個浪潮其實佢唔係單單一個 app， 佢係一個新嘅操作系統，一個新嘅思維模式。佢唔止係可以幫助你揾資料、寫 email， 佢仲可以幫你寫曲、寫程式、賺錢，做一啲經濟嘅分析、投資嘅策略等等，做設計、分析數據，甚至係幫你24小時咧係自動化咁幫你揾錢嘅。我明白咧，好多人咧一聽到 AI 咧就覺得好複雜啦、好遙遠啦、遙不可及，唔關我事嘅。咁但係正正因為咁咧，我用我嘅經驗，我先知道點樣可以將呢啲咁複雜嘅最簡單、最直接嘅方法，手把手咁教識大家。所以我就開咗呢個新頻道，叫做 AI 實戰實驗室。我嘅目的好簡單，我就係想幫你盡快咁趕上呢個 AI 浪潮。無論你係學生、打工仔、freelancer， 或者只係想創業，或者只係想用一部電腦或者手機就收到網上嘅資料，我就會手把手咁教你點樣用 AI 唔同嘅工具，喺你嘅日常工作、學習，甚至係揾錢方面，全面咁提升你嘅效率同埋能力。呢個頻道咧係適合任何人士嘅，你唔需要識得寫曲，亦都唔需要有任何嘅 AI 背景。我會幫你帶你手把手由零開始，直接實戰。咁已經踏入2026年啦。如果你仲未趕上呢個浪潮呢，你唔會只係落後，你係可能會錯失一個扭轉人生、提升收入、解放你嘅大腦嘅黃金機會。我唔希望你過咗2026年之後就感到後悔。我希望你係嗰個利用 AI 輕鬆賺錢、提早收工嘅醒目仔。如果你都想喺呢個 AI 時代掌握主動權，唔想被淘汰，咁就立刻點擊下邊嘅訂閱按鈕，同埋撳埋個鐘仔，加入我呢個 AI 實戰實驗室，我哋一齊做呢個 AI 時代嘅贏家啦！好，下一條片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